上礼拜我们播出有关实体的生态同实体法的立法过程。2月初二，实体保育法会实施的。实体法进行的功能呢，可以合理友善的使用实体。特别我们对规太片空地变化地方，大家会感觉安尼唔错。就算爱看风景，也会想讲要做条普通马嘅嘢。故所对私人土地的屯平开发到政府开路，包括高雄的家庭、桃园的喜出港。也说宜兰嘅52甲实体路途多受到破坏嘅困境。接下来嘅报道要探讨嘅系实体应该挖个一体呢，应该要开路么？政府喺度到民众抗争要提挖个国事嘅，同敏感气泡出去破坏嘅一致性，安尼嘅保护还有意义哈。大白就要追他。所以他只要抓到，也就一直飞。这只大白看追不到了就回头。当然9月到反转年4月咧，蛮几多时间条俾到家庭实体来沟通，有时间乡府局来局去，抢生5个下工一道，抢也系高局条，有当场嘅随风射的脚，模式无拍动清楚，行路就像斗高脚一样嘅。请向你注意行系全世界强为模特的野生动物无面披露。黑面琵鹭就它比较适合这种潜水域，你看它的脚和嘴巴长度就是这样，它在这里面拉鱼呀，它就是那个拉龟，它就是等于这样拉来拉去哈，那个嘴哈又扁扁的，像那个蹦旗，公杯嘛哈，叫拉杯。无面披鹭头世界生态高动区喺台湾，当然比来量大概前2只，卡喺全世界数量上边呢。其中大概9只会比到家庭实体同整文海口一大笔。睇下世界地图，好看钓的人白去，用一般讲太抛个批数镜头来翕记。追踪摄影脚架就要讲究，云台就要讲究，你固定的可能很难拍追踪摄影。请见闻喺台湾同英国日日学费嘅博学费师係有名嘅日人家，日日喊望天光，装备准备好势，就去翕无面披鹭。不过现在太晚了，一般拍照是大概都日出前前1小时就定位了。我们确定哈，这里开启了一个大家对黑面琵鹭最新的认识，因为黑面琵鹭在这边很近，好近到哈那个就在我们的脚底下它觅食到我们的脚底下，所以我们现在外面人都说确定的黑面琵鹭哈就在脚底下而已。家庭实体前提片咧，做一头太路船就看得到无面披鹭。我也对亚条古神的素材，做开一条家庭一直系套路的，将实体铺咗2片，菜地生态团体做当时，太路一开亚条就唔会来嘅。它开的路长呢就是900公尺，它花的是1亿5千万，有的时候是已经1亿9千万了。那它有路虎呢是30公尺，但是路面就是做15公尺，它的道路的会把这个红树林就切掉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红树林几乎切掉1半以上。但是我们在这里又不塞车，然后又从极光路如果有绕过来到这边，也不会多很多，它的就是说只多了90秒。21,900万元是为了夹90秒天天，一近年来 NGO 团体注意到的高雄市政府的环评过程。去年底确定有条件通过的一至4號太路的開發案，7隻頭實體保育中心去辦個，跳到1至1號太路，菜地團體批評，做到高雄縣政府時期開業1至1號太路的時間，就已經對實體動案破過100嘅，也係第2擺嘅破壞生態。我記得小時候這裡是一片，到那邊一片都是鹽田哦，很漂亮。然後不知道好像到民國80幾年吧，然後就那個遠洋漁港就要開闢了，然後就把這邊的鹽田全部就把它抽那個泥沙，把它全部填，就變成這個樣子啊。那你縱使說有做樹理，有做圍籬，或者是半年開路，半年封起來，那這個半年要封的時候，市政府封得起來嗎？所以路開了，它干擾就會進來了。市政府你能夠做到怎樣的程度？所以做這種做不到的那種承諾，那個根本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茄定湿地它面积非常大，它有140几公顷。那我们做第一期湿地的开辟当中，好，那目前第一期湿地是正在进行。当然，有时候湿地也必须要提升它的经济价值，哈，这个是要考虑的了哈。阳光处的负责高雄市实体单位，三负责环境影响评估，故说每讲环评争议，请两六的讲到经济价值，实际上对环评通过条件，比如讲减少经过时间阵痛、吵闹声，还有爱做隔离设施，同半年通查、半年封路一道，采地团体认为市政府根本做唔到，中央单位并唔认同。当然这个湿地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权责啦，因为它现在是地方型的湿地。但是我们大概是依中央的立场来说，我们强力的建议说，这个道路的开辟是要慎重考虑，要把当地的不只是当地的这个就是说它的那个黑面琵鹭的保护，甚至是说当地的一些生态的。在湿地还没正式上路之前，他们就说地方政府就执意要开通那一条路啊。那当然这个。经济效益，我不是在这，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只有节省9秒钟。但是如果一条道路它需要半年通车、半年封路，那这是一个很屌的，表示说它是可有可无。陈顺贵律师讲出地方人士图什么嘅，最有都牽涉到實體保育期嘅開發案，為到將實體法務特殊特約，就趕到法案實施前嘅一段時間，就將其決定呢。1至4號道路應該是要受到規範，最好不要開。但是市政府呢，卻在這個環評把它盡量提早這個，而且又沒有經過委員表決，那這又有點讓人家質疑說，在規避這個濕地法的一個規範，好，讓我們濕地呢，茄定濕地又遭受到再一次的破壞。那把一個濕地破成2半，那真的是應該會有很大的影響。然後我們也現在委託那個我們所的就特有生物中心征地那邊在做一些物樣的調查，我們希望用科學的數據，針對現在這一個問題來做一個比較具體性的解決。將安陽爭議同桃園西出港濕地沒有，營建署落列做鐵路好國家重要濕地，也特別係路街還要出海橋，咩西出港濕地嘅中心保育區，寒天夫婦館嘅九江風景菜，規權嘅對西伯利亞未來與環科世界調，唔驚暗寒嘅天時同海灘落實。本來這裡的環境更好，所以那個當天氣不好，那個南來北往的一些候鳥哈，鷸鴴科，尤其鷸鴴科，他們會來這裡避風啊，避風港哈。所以環境雖然已經很糟糕，鳥還是喜歡許厝港濕地。營建署本單規劃許厝港濕地範圍有962公頃，有8個濕地，包含海巡3個同綠地5個。現在部分地區同桃園航空山範圍承貼到，去年8月咧，同太陽開水面飛架下，地方人士當反對。去年底就將私人土地較多嘅綠地市嘅濕地起手踢，東片嘅界線對本單嘅頭26線，向西片賽道抬61線，西邊快速道路濕地社會規態版呢。一被砍掉，整個許厝港濕地其實等於沒有了啊，因為那個鳥類棲地的範圍，除了河口區、內陸區，是它遷徙漲潮的時候必須有的一個棲地哈，我們非常的擔憂哈，這樣子一劃掉哈，整個就鳥類不曉得要去哪裡了。你講你喺民地的部分哈，你攞佢棄捨，攞佢剔除，剔除以後，佢民地佢都冇一本調落來啊，佢會開發啦，一開發以後哈，嗰條調嘅哈會更往內陸，更往內陸都會去哈讓用到所謂第3跑道的部分，嗰種是最有非常的安全啦。重點係實體環境，而當久時間單位有世界調咩經驗爭比來嘅，本單實體環境起手睇嚟，世界調行喺未來，使環境改變，世界調冇好固身，個不將比到行下地度，比如講比到未來第3跑道嘅影響冇行下太。當然，第一個我們許厝港在劃之後，其實我們是以公有地為主啦。可是因為在這反對過程中間，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那我們盡量排除私有地
避免老百姓的权益受损。好了，因为他们认为会受损，其实。划进去的时候，我们是从原来之使用，是说以后如果他要做一个建筑行为的时候，要经过一些了解跟审查。其实营建署可以做，就是跟民间团体合作。第2拜徐硕港在做说明会的时候，因为选举的因素变成一面倒，其实是因为完全没有通知这些民间团体，像海人某必通知啊。迄讲了民间团体就通知的时间，说明会的时间，海人会去老盖的，包括政治人物我们都认识，他们要选票，我们也可以给他压力。或许是不是有来自各地的压力，还是怎么样子？那之前他把它规划为政绩的时候，好大喜功，把一些那个面积画得很大，区域画得很多。但是现在真正要实施的时候，那他就开始的把一些他可能认为私有土地呢，可能未来会产生争议，就没有担当的又把它划出去。但是过去画那么大，跟现在又把认为私有土地应该划出去，都没有去注意到说，那这个跟整个湿地它的完整的生态性到底将一不一致。NGO 团体认为，政府事先无做好沟通，没冇将实体法喺马界讲清楚，喺讲由采地团体听说明政策，结果主模系造成反对。湿地法不管马界法啦，土法不足以执行啦，从营建署用慢慢推，你明明就按样法佢都推啊。可见讲有法无一定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你也含会包括整个行政体系去体认到说，一个好的政策呢，在推行的时候呢，一样要透过各种沟通。我们绝对不是说禁止他们任何的什么现在的所有的什么开发行为啊，没有这种事情，他们大概是误会了。但是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在未来的我们一定会跟政府单位还有民间单位，甚至 NGO 当地民众来把这个事情来说清楚、讲明白，然后大家一起来把这徐树广的湿地把它完成，做得更美。讲清楚、讲分章的，还有2052甲湿地，因为本年网页国家级湿地范围地图的，大概有170公顷，牵涉到私人土地地主超过730年，加到咩时候未来要开发，更怕我受到限制。为这个干桥迄个南边啊，搁伫阮的区界迄条路的北边搁甲阮这个干的沙轮搁这边就是甲水河源圳安尼拢总差不多有300家的，因为较早的开发讲有做52家是用开发迄个名称咱讲52家，其实52家超过300家。52甲也提防范围动态，仍然看那过去东山河流过一几片的天橋，头摆來了家下海水就會倒灌落來，也特別由台灣列作洋嘅滅絕等級嘅保育植物鳳橡樹，推一年生地方千草河嘅鳳橡樹，保有青老樹生態工法嘅作用。有所甲湿地的特有植物的迄个原生栖地啦，就是讲枫香树迄个。碎花棋板角，还有迄个焦熊这个部分，因为较早这规条52家的田埂，大部分拢是这。较早阮的时代人，因会甲这个物件插在田埂加田土叫放去。宜兰水田同蓝蓝地喺台灣東北部是一條青島素材，也爭議係私人地主認為自家有權來開發 ，NGO 團體上認為也特別乜個開發都做唔得，本單的水田也係來流世界木頭的素材，應該原本露天過。當時我們有一個萬年的立委他去爭取了我們那些東南鹼類啦，包括遐禁毒的遐毒污泥放在这个湿地上，那后来，还要盖劳工住宅，现在也在起抗争，因为这块地曾经那个地主也易主了，紧脱产紧卖掉，即嘛大家正想讲看这块地当够安那卖掉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其实湿地法接下来的实施，我们还是希望说回到不管是说我们看到的广义的。水田也好，其实它就是湿地。然后大家去想象宜兰的民众最近发出来的那个呼吁，就是说希望宜兰的水田能够保住宜兰的好山好水，还有好水田这样子。
今年同中央政府在个组织调整过后，本单上系营建署上向分属的实体业务为编入国家公园，来成立国家公园署。在个强下编入新的环境资源库，民间望未来做得重新评估检讨实体保育，希望增加广大熟悉实体方面的争议，该要降级再降级。将来在组织调整以后，我们的这个湿地保育法也会由内政部移到环境资源部去。那当我们湿地保育这个工作在环境资源部来处理的时候，会达到全面性。明明是人工湿地，他也把它放到国家重要湿地，我们就觉得非常奇怪。其实我们是建议，如果有可能，等到法规正式上路之后呢，它可以重新做一些评估检讨，该要降级，或者它的生态效果没有那么好，或者它私有土地真的多，有可能纠纷比较大的，那可以考虑用降级的方式，先放到地方湿地。台湾实体加速长期无数度冲刺，韩国人口增加同土地开发，一度实体破坏太注目的。台湾有一国际级同国家级实体业道，看起来确实好看。不过更加重要的是，实体法实施过后，更加把关好势，将敏感地区的土地保护好，而数目是好看，更加品质。安尼压掉当年的台湾高度的情绪，咪掌握一台一台传承下去。